好，拄则咱听到就是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上新的讲法。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要来关心台北市市长郭文哲，今日下早来到成功市场参加动土典礼。针对有一份媒体上新的民调报告，讲刷来总统大选若是变做三卡都的情形，韩国瑜伊的支持度是29%，伊的赢面暂时较大。郭文哲以25%的支持度排第二，若总统蔡英文排第三。针对这份民调的结果，咱看到郭文哲有上新的回应。我今天又有新的笑话。我已经变成动保人士了，你知道？来，每天到喂食赛已经挡到了。啊，对啊，我已经变动保人士了。来，你要再后退一点。我看你还是拿烤肉架来算了嘛。让我们先问一下，韩国瑜昨天在全代会定调他这场选战是中华民国保卫战，您能听得懂他的意思吗？我坦白讲，我没有看的，我没有看，我不晓得。他现在说他要发出穿云箭，然后他还号召海外的侨胞说要每人一信，就是去跟国外的政府官员来告状，说蔡政府这样子是不对的。那是哪个地方不对？就是他们觉得蔡英文他现在就是一直在强调主权，但是他其实就是说他们在面对两岸的方式，其实蔡政府的做法其实是有一些是不对的。他希望就是用侨胞的力量来让外国的政府知道。不是啊，老实讲哦，我怎么不太喜欢看就是这样。这个这样的，指控人家要有证据嘛，1、2、3、4，因为我是外科医生，你知道哈，我很习惯那个你要指控人家第1点、第2点、第3点把它写清楚，所以这样讲完的话就听不懂了。他说那个蔡英文手上有洋枪洋炮，但他只有一把小水果刀，但是外界看他有望中会是小水果刀。哎呦，不要问这种题目，是吧？是让你现在的民调，联合报的最新民调，你现在是25赢过蔡英文的22，但是韩国还是第一，他现在有29。那现在就是如果你参选的话，会有1/3的英粉会转向你，你怎么看现在最新这份民调？民调我不讲过吗？这个自从那个民进党跟国民党的初选民调出来以后，我就对这民调实在是还是那一句话，看看就好。你看这两个民调相差1个月。我简直啊！你会觉得它是从同一个 population 同一个母群体去抽出来的样本嘛？所以我跟你讲，民调现在那种看看就好了。但是你出来选的话，对绿营的选情其实上就是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算了，这个等我真的要想要选再来讲。市长，昨天发生韩粉殴打71岁连署的郭粉，你焦虑的事情是不是要开始发生？没有这种事，你们去问蒋万安就好，你问我干什么呢？市长，今天的 LINE 官方 LINE 上面是发了一张图，说要冲向终点，要冲向哪里？2020吗？不会啊，这个那你应该去问小编呢，你去问一下柯一安不要问我没有办法。那时候小编画的图我没有每一张在审核哦。是啊，因为现在民进党有传出，就是说他们现在研判就是你出来选的几率越来越低，所以他们说现在要继续对你冷处理。你觉得民党这样子的方式是有用的吗？真的会把你边缘化吗？他说我选的机会越来越低。对。你是哪一条线听到的？是昨天中央社的新闻，他们就是问民进党幕僚说的。民进党幕僚很多啊，你是问洪耀福还是问黄成国还是问谁？他们有写是哪一位？我们这个常常那个我不讲过吗？有什么幕僚啦像我啦有那个青科人士、有科人士市府高层，还有那个市府幕僚，还有什么很多啊。我就说反正他想写哪一个就哪一个上去装在上面的，所以这种东西是这样的。台湾的媒体就这样看看就好。市长，香港市民对中共的不满高涨，你会觉得中共有可能派军队来镇压，重演6次？这个香港问题越演越烈这个倒是我们要严肃一点我觉得这样，这个我已经讲过，一根火柴不会造成大火嘛，所以香港问题恐怕中国大陆要很严肃的面对这个局面很像2013年到2014年的台湾的状况，就是说，当民怨没有解除的时候，结局就是这样所以，不过是这样的，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强大的台湾才能够提供给香港更多的资源跟保障所以我也认为这样的当台湾太虚弱的时候
大陆在处理香港会更不手软。所以我也觉得，一个强大的台湾，你知道哦，会让大陆在处理香港的时候会稍微多一点的思考。那所以是这样的哦。我倒觉得台湾在过去30年民主化的过程，你知道，可以给大陆一些启示，你知道吗？特别在蒋经国晚年的那些逐步的开放，那些政治上逐渐放松，你知道吗？其实经济发展到一个程度以后，你知道吗？不太可能政治跟经济长期分离的。这个是，其实我算是大陆也去过很多遍的啊。大陆的经济成就相当了不起，这个不会有人怀疑的。但是我也认为政治跟经济的发展不可能产生长期维持很大的落差，这不太可能。所以我倒觉得蒋经国晚年的一些做法，大陆可以参考看看。是啊，你刚才有评论家说你会让郭出来选，如果他选不上的话，现在有评论家说你会让郭出来选，你会帮他就是参选总统。那如果他选上的话，你有功；他没选上也是自己太弱，不管怎样都对你有好处。哪一个评论家？黄义中一个公民老师啊，黄义中一个公民老师，他像那个政论，那你那一个，讲话烧声那个，完了。这他个人的意见嘛，来下一题。是啊，你刚才的意思，是你不认同什么？你刚才的意思是说你不认同民进党现在判断就是你出来选的几率越来越小。没有，我跟你讲哦，柯文哲最难缠的地方，这个人实在是太不可测的话，所以永远不要预测柯文哲。来下一题。华航的绿营高官不用出来负责吗？你觉得一个少校扛责就够了吗？华航的绿营高官他们的体系。哪一台的？中电，我讲啦，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我跟你讲哦，那个我昨天在云林已经回答过了。坦白讲哦，那个1万条香烟哦，这个真的很惨的。你现在1万条香烟是买的就要办嘛？如果要这样办，我现在告诉你，大概4位市或是国安局大概就少掉1半的人了。哦，所以这一条的确很难处理，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啊。那如果说只有办这一次吗？那前几次的有牵涉到要不要办？至少小英上台已经3年了嘛，那这买香烟这次1万条，可是以前那个3000条、几千条的也有好几次了。所以老实讲哦，这个也有专访我再跟你讲哦，我在处理那个大巨蛋跟大湾北段，你知道我的心路历程，这个就是真正国家转型正义要面对的问题。那你觉得陈菊有责任吗？草包菜包之后，郭台铭都真的出来的话，郭台铭叫什么包？草包菜包是比较确定啊，这郭台铭什么包？真的我要回去再想想看，要把它叫什么包？等我想好再跟你讲。好，谢谢。